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美好嘅圖像故事哦，做得突然來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哦，韓國人有千多嘅想象力，日本人千多嘅自由哦。台灣有一群當優秀嘅插畫家，佢哋呢創立咧插畫嘅協會哦。本佢哋嘅創作嘅實力，本全亞洲，甚至到全世界大家都得感受得到、看得到韓國產生嘅認同。而你今日節目當中呢，就先同大家來看一段影片，等下同大家好好來介紹哦。用插畫改變這世界，用插畫改變這個世界。我要用插畫改變這個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 with illustrations。我信插畫可以改變世界。To change the world with illustrations。用插畫改變這世界。イラストで世界を変えましょう。Menggunakan ilustrasi untuk mengubah dunia. இந்த ஓவிய கலையை பகிர்ந்து கொண்டு நம்ம உலகத்தை மாற்றி விடுவோம்.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rough illustrations. 用插畫改變這世界。哇！大家有看到冇？千多嗬，來自無窮樣國家嘅插畫家，佢哋用佢哋嘅創意講出佢哋愛講嘅故事哦。韓國地圖沒有按客家鄉親有美濃人呢，竟然卻按亞洲插畫協會嘅理事長，而你也下出來本樣嘅理事長好。大家好，我是亞洲插畫協會的劉瑞龍。劉理事長，有冇按後生呢？其實你本身以前沒有在創作插畫嘛，有冇有按你嘅構想愛來形成按你嘅插畫？韓國有一個宗旨，我用插畫改變世界。從細就去搞這邊畫圖啦，然後所以我希望說，整個畫圖的環境是友善的，那對於後面在創作的人來講，他是可以很驕傲的說，哎，我是在創作這件事情。做得清沙皮，你自己本身係從細出畫圖，嗰時候開始創作，不過做埋差唔多4年前哈，開始來成立呀協會，有千多位朋友大家共下來係啊。就是我覺得有一個過程。我小的時候，因為我自己畫圖，所以就會覺得說，哎，我自己很會畫，然後我自己最棒，所以我看到別人畫圖的時候，我會就覺得說，哎，這個是不是構圖哪裡不好？文人相輕按那個意思哦。然後它顏色用的哪裡就會很遜這樣。可是當我到一定的年紀的時候，我在看其他人的創作的時候，我其實是從好的角度去看他們。我會覺得每個創作都有它的價值，那我覺得就不一樣的階段哦，咁對你嚟講，對按你畫圖要按太嘅熱情，做乜人知道講，我插畫我出咗去改變世界，因為改變世界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其實創作有很多不同的領域，唱歌的他也會說，哎，我要唱歌去改變這個世界。那我們會的，就我們這群人，我們用圖像思考的人，我覺得我們可以用圖像去改變，我們可以改變我們所認知的這些世界，用我們圖像的方式。我覺得這句話的意思是在這裡。哦，安尼當然係想創作家理事長講到，要無窮樣嘅面向，我做音樂，我就想我用音樂改變世界。所以安尼吼，一擺係安尼亞洲插畫協會第4年來舉辦展覽咧吼。先同大家講，今日要送東西俾大家，仲要送門票喎，我有去看過咧，非常讚吼。詳細看今日嘅節目，等下有機會拿到門票啊吼。一擺插畫家吼，來自17個無窮樣嘅國家，有幾多嘅插畫家，還有幾多嘅作品呢？整個我們每年啊，是從全亞洲。
遴选250个创作者，所以每一个创作者他有5张的图的话，其实整个作品的数量是超过1250张的。哦，按你要做评判欣赏，目主的看法呢？对，就是其实作品量是相当丰富啦，对，而且各种，尤其是它是跨不同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说，我们可能比较常接触的是台湾这一区的创作者，我们有共同文化、共同的生活体验。可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我觉得他们所创作的东西其实不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视觉上的体验是蛮丰富的。对。哦，古时候每一个国家讲就风格冇同样，跟你知道台湾、青苔嘅特色係嘛嘅？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我们比较不会去跟人家争什么，我有一点用自嘲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图会比较，我觉得亲和力比较强。台湾啦，咩卡安尼讲起来，卡幽默安尼係嘛？就是他们会开个小玩笑，而且搞不好是开自己。哦，自嘲，对，自嘲，对，哦，係安尼哈。古時候每一個國家冇同樣嘅特色，跟按你看吼，亞擺講今年嘅展覽來講吼，有知道哪一個國家嘅作品有特別多？我們盡量是因為我們是亞洲插畫年度大賞，那我們來自我們有日本啊、韓國這些，所以我們整個初衷是希望它是平均的。哦，但是就是我們自己有私心嘛，我們又自己是在台灣，所以台灣的數量其實還是比偏多，但是逐年的下降。哦，像天年都呀哈，唔過人家講，雖然有私心，希望講喺台灣嘅插畫家本全世界看得到，因為也嘅展覽除睇啲台灣，有到其他嘅國家哦，嚇。唔過評判還係公正嘅。嗰時候我看到講，雖然希望台灣嘅插畫家，也講亞洲嘅插畫家本全世界看得到，可是評審在選的時候，佢還係用專業嘅角度去看嘛。我當然希望是逐年是成為說統一遴選，可是我們只有4年的時間，那要跨這麼多的國家，其實現階段我老實說還是有困難的，就是我們是日本遴選日本的，然後新加坡、馬來西亞他們遴選他們當地的，香港是跟香港插畫師協會，那他們遴選香港的，所以我們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組織，然後去遴選當地的作品，然後我們這邊是負責台灣的遴選。哦，古時候安尼，其實主辦係亞洲插畫協會有青島嘅協辦單位，大家向下來完成，也嘅國際的盛事啊，哈。好，講到安尼哈，其實來到現場嘅時間，我感受到亞擺呢，我們在整個展場的規劃非常有特色，還有一個很好玩，叫做 AR。對，係，就是我們除了看畫作以外，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嘛，我們希望你們更貼近你們這些現場所有畫作，所以當拿出你的手機去掃描你的我們展覽的畫作的時候，它會出現在你的手機裡面，可以跟它互動，可以跟它拍照，然後構圖，然後我們現場有很多的場景，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然後跟這些創作，然後去拍出很多很不同的照片。哦，請定一下，尤其呢，大家也哈親好翕相，而且很愛打卡，甚至是很喜歡做一些剛講嘅，就是有一些不管是喜歡往藝術的地方去，但是這個藝術要很貼近我們的生活，也一個有定一下嘅有響應嘅哦哈。嗰個大家談到頭前安尼講，韓國今日又要送門票，還沒懂其他講，到底我們在哪裡展覽呢？這個時間地點在哪裡呀？我們今年的展覽呢，是在台北的松山文創園區1號倉庫。我們整個倉庫有400多坪，哇，非常大，哦、對，平台哦，然後一直從17年12月一直展到我們今年的3月4號，總共大概是快3個月的時間。
差唔多3個月嘅時間啦，吼。呢度就可以看到來自17個國家嘅插畫家佢哋嘅作品，哈，裡面真的很好玩，很精彩，而且剛剛有簡單嘅啲講法嘅時間，有畫面有介紹這個 AR 嘛，哈，大家來到現場就要體驗一下這個 AR 帶給大家的樂趣哦，哈。等一下呢，嚟邀請理事長繼續同大家分享，呢度到底做得看到乜嘅？韓國佢哋有出一本年鑑，一個年鑑非常嘅精彩，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收藏的。等一下繼續轉到福氣來咧。哦耶！我理下啲呢位呢，成圖咧大家強下來看一動讚嘅插畫哦。今日係咩時候那度動到嘅讚呢？呢是係最好嘅翕相嘅景點。誒，你哋係實實嚟看咯。誒，你嚟做一日完美 Go！到福氣來咧，家下看到樣片哈，Rita 很歡喜啊，因為今日我去看嘅時間，太有知道嘛，哇，佢嘅畫面非常嘅精彩，當豐富，當神奇，真的很好玩咧，理事長，一個佢嘅設計美好，還有佢嘅視覺嘅呈現，還有有結合科技哈，怎麼會設計得這麼好？就是其實今年是第4年，然後我們前3年其實是就不售票的。哦，對，很像今年有賣票。對，我們今年因為這個場地還有這樣的檔期，就是我們是另外一個挑戰。那所以在松山文創園區這樣的地方的時候，我們要突破以往，我們就只是把畫作陳列在牆上這件事情。那當然畫作很豐富以外，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插畫應該能跟觀眾更親近。然後跟他們互動，你是真心的，我覺得喜歡插畫呢，而且跟它融入在一起，這是我們這次展覽我們最想表達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有成功呢，因為係講一般來看畫展咩好，一講攝影展好，圖像嘅東西，你就安尼掛在別行，大家安尼行過去看，動認真看咩好，哈，有賞。
浏览一下咩吼，我这种就是较静态嘅方式，你像甲按嘅样片吼，安尼看下来有冇？谈谈 Rita 又在那面他抱枕啊，韩国做的真嘅有的立体的看板，吼，韩国翕相有 AR 嘅设计，嗰所也嘅规个发展你选出来之后，先从给展览给设计，你们有请专业的设计师，是韩国有分期，错吗？是，所以。这整个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大概准备了1年。哇！我们前期要从全亚洲去搜稿，然后我们要去整理他们作品，上千张的图，所以我们整理了大概半年以上。然后整个在画作呈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整个展览场地到底现在是多大，然后现在流行什么。其实这个是我看一个餐厅，他们那 AR 的技术嘛，他们在餐厅就可以扫他们餐厅里面的图，然后让他们客人去跟那个餐厅里面的图去玩。我觉得这个这个不错，那所以我们就发展整个展场有这样 AR 的这种效果。所以整个设计，我觉得会跳脱整个是看画展的那个，就是不是看这墙上，刚才你讲的墙上这样，它静态安内哈。所以设计师展场这边花了非常多的心血在设计这个，所以是很好玩了哈，很值得，系冇？大家看到家下眼头还有示范安内啊，无论係摆 pose 啦，也係講當場安內藍色跟紅色嘅油漆安內。當場我挑到，真件翕起來哈，也係綠樣哈，真的就是栩栩如生嘛哈。就大部分大家生活當中，看安尼嘅創作，除咗欣賞藝術家，你哋嘅才華以外，我發覺其實插畫真件做大部分人生命，亦都有無窮用嘅火花，真的可以改變世界哦。亞擺呢，其實佢嘅展區除咗台灣啦、香港啦、新加坡啦，有各地嘅馬來西亞等等哈，就係全亞洲。好，一期安內哈，除咗人家講今年係當天數到頭前3年冇用用，因為今年是我們賣票的。對。可是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個免費的展區耶。我們後面呢，就是日本的那個水豚君，它是那個今年呢，我們把日本的這個創作結合台灣4個台灣的插畫師，然後聯名一起創作，就水豚君可能跟啾啾妹啊，跟露絲老師他們的圖，其實台灣跟日本這樣合作聯名創作，然後在後面有一個特別的展區，那是展示這些聯名創作的圖，對，很可愛。我去老了的時節，當上愛哈，每一個安尼個有除咗有髮型外，還有實體的布娃娃等等，因為後邊還有做得賣安尼個商品嘛，哈，當中全部就本來買咗以後，真嘅第度沒講到，有個很重要就是 IP 的產業，係嘛？就是我除了畫這個畫，也給發我還做得做嘛嘅。其實早期如果在畫的話，他只能販售他那張圖，好，那所以他去藝術拍賣會去拍賣或什麼。但是現在呢，隨着科技，然後載體一直在改變。我們手機拿LINE出來，然後其實很多的插畫師他畫的圖已經可以讓你購買，然後傳給你的朋友了。所以這每一個的創作，它已經跳脫出紙張上的價值。那我們可能在不同的載體上，那如何把這個東西授權給不一樣的東西去做發展？那這就是在發展每一個 IP。他們現在授權啊，然後去交易這個創作，我覺得整個插畫是朝一個產業在發展。哇，你看，我哋今日還有翕嘅樣片，我諗呢安尼水豚君嘅娃娃，現場有筆記本背後啦，還有好食人搭嘅爆米花啦，還有雞卵糕啦，有青島，無論係用嘅，哈，一個裝飾品啊，全部有呢。都是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好發展的產業。所以呀，插畫家他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去發揮自己藝術的創作。是，現在我覺得整個產業啊，它慢慢在形成。那我們在做這件事，其實不是在經濟這些插畫師。就像
如果今天是唱歌比赛，我们是舞台嘛，我们很希望说歌手可以跟唱片公司签约，但是我们专心做一个舞台让你们上来唱歌。那插画我们现在在做的也是这件事，我们非常希望每一个有才华的插画创作者能透过我们的这个舞台展览啊、年鉴啊，找到他的观众。然后呢，也找到欣赏他的经纪公司，然后有经纪人替他发展他所画的这个 IP。我觉得这样各司其职，会活络整个插画有形成产业这件事情。係呢，當初時常看到家下有南電水豚君嘅布娃娃嘛，哈，其實台灣咩有熊讚啊，係嘛？韓國你看日本。記得有嘅熊本縣，它就是一個非常好，安尼本來係啲紫紅嘅土熊，亞洲編審是他們的觀光大使代言人。就是如果一講到代言人，可能會去想說，哎，那我們找個很漂亮的明星啊、歌手啊唱歌。但是你看近年來，我覺得這個狀況有一點，慢慢朝另外一個不同的方向在發展。比如說剛才主持人提到那個熊本縣好了，他其實沒有找歌手這些代言嘛，代言他們縣的觀光。他們其實去畫了一個熊本熊這件事情。那這個熊本熊，其實他就開始做熊本縣的各式各樣的代言，還有它的周邊商品。在亞洲鄰近的這個國家，慢慢就知道說，哎，熊本熊，哎，它代表熊本縣。其實我們可能小朋友還不太知道熊本縣，是看到那熊，我們就知道說，哎，才了解說，哎，它是一個日本的一個縣，然後那個縣有什麼好玩的。所以從插畫可以去代言這件事，我覺得慢慢的去改變這樣的產業。那台北我們也有熊讚嘛，那去代表，去代言世大運。那現在熊讚也在台北市上班嘛，對，他會去打工啊，他就是一個像你活生生在你的鄰居、你的朋友一樣，有生命力嘅哈。韓國有一個當創業嘅，就係佢嘅形象唔會改變，形象就會安好，錯冇？就係你創造佢嘅生命力，它就是活的，而且它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是，尤其他年紀。不會因為改變，對，這用就要安定一下去做嘅。對，古時候也就係插畫有清響人嘅魅力啊！嗬，我想一下台灣有青島人嗬，大家喜歡看目前用電影下嘅插畫啦，還有講漫畫等等嗬。一擺呢亞洲嘅插畫大賞嗬，吸引按度嘅國家，按度優秀嘅作品插畫家，所以希望帶俾大家有青島視覺也好哈，還有我們的感官的刺激跟享受。等下再來繼續呢同大家分享今年按精彩嘅亞洲插畫大賞。大家真到福起來咧，正 Rita 蘇紅也係乜嘅啊？係也係安尼嘅票，乜嘅票呢？就係安尼亞洲插畫大賞，今年舉辦第4年按3個安尼嘅一個展覽，可以送票俾大家哦。好，我先來分享嚇，可以送票嘅人啊，好冇？安尼再次分享理事長，係水龍。唔今日我送一個票俾大家嚇，我來出一個安尼來出一個當簡單嘅題目嚇，一擺展覽嘅地點啲松山文創園區嘅天氣好嘅倉庫，安尼做得冇？安尼問題做得啊嚇，我送俾大家嚇，就係希望大家入來看就再感受到，好請大家嚟留言，就做得拿到一個門票，哇！單槍看一個票。哦，你就可以看到，哇，有青島嘅圖。好，大家細細留言咯，吼。一擺呢，安尼嘅展覽吼，真經誒見上到一個協會嘅宗旨，就係用插畫改變世界。睇到就是很熱血呢。好，當初大家想象下，就係為到安尼嘅目標，我想因為大家都係插畫師嘛，吼。一擺看到安尼嘅插畫，我即個入去看，舉辦4年，我第一擺入去，我就講哇，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驚豔哈。韓國
一定要同大家好好介绍，你又出嘅年鉴，日本嘅年鉴哈，低度真正看得到今年所有嘅作品，很多人就是透过这个年鉴来请你跟艺术家一起合作，是，好，同人介绍一下好吗？就是年鉴，其实我们很无私的把所有插画创作者的资料都放在上面，那我们常常去国外看展，那其实他们的年鉴比如展览的那个年鉴都做得很漂亮，可是买的人他们看一看，他们觉得说，他们不要买，原因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很漂亮的画册而已。那我喜欢这张图，可是我却联络不到画这个图的作者，其实它价值就降低很多。所以我们这个不只是它很好看、很漂亮，印刷很精美。而且你看这么厚，跟砖头一样，我们编了非常多的时间，对。那所以里面有很多不一样风格的创作，然后而且你可以索引，你可以参考以外，你可以直接联络到他们，不需要透过我们协会，所以我们不会在中间有任何的角色。意思讲你们就是先锋搭平台给你，是，然后其他就是让所有的插画家他们很自由的去发展。在这个平台上，你们可以去找到欣赏你的人，欣赏你画的人，那你也可以找到你欣赏的画作，都在这个平台可以不透过我们而去完成。好，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样。当然，我谈的非常的感动哦。不过一开始的时间，你有没有被质疑？你讲奇怪，有没有按我给你哦？真经有人按你做就罚钱，然后期盼按太闲给发图，罚青岛给时间，你要去征件，然后要审稿，要献出来，你还要判展览，你还要出钱印压给年鉴，你又没输给到给按你给钱，也没有中介他们。好，有人反映过吗？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第一年啦，因为其实你听哪有人做这种事，我不相信，就有很多人不相信说真的有人这样在做，他们反而我觉得第一个小的问题啊，就是有某部分的插画师他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拿我们的图来做什么？你是不是要来盗版我的图啊？要拿我的图出书来卖啊？其实我们整个花费是难以想象的，就是很难说拿某几张图，然后我们去盗版，然后去印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回收这成本。这其实整个架构不是这样。但是他们，而且我自己也在创作，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对，创作是好像自己的小孩一样。这个小孩给了你，然后你是不是会怎么样？会吓到我所以初期的话，可能被误解的是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那也只是少部分比例的创作者他有这种疑虑，然后我也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一路这样一直走了4年。因为人在做，真的天会在看，所以当你本来不相信有一个笨蛋说一直做这样的事情，他看了4年以后，他也会相信说，对他真的，他没有拿我的图去干嘛，而且他一直在做，他从台湾做，然后做到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国家，大家有看到了哈。我常常在讲，我有一个副理事长，他说这有一点像。你的画作有点像一把剑，一把剑哦，你把它拿给对的人，他就会拿这个剑去做对的事；拿给坏人，他就会把这剑去做坏的事。所以你今天把剑应该交给一个你信任的人。所以我4年都在做一个，我相信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这样。哇，很感动哦，人家嘅花。因为安尼动创业呢，所以大家看到，像家讲到第1年可能他都係台灣嘅插畫家，漸漸嘅第2年、第3年、第4年，日本、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其他亞洲嘅青島嘅國家出來咧，本來看到泰國、印尼啊，每一個亞洲的國家的插畫家，大家就有興趣，因為大家啲講，記得。還夠正經的哦，你都真的有用心在做。第1年的時候呢，98%都是台灣的創作者。那時候光台灣就有人質疑說，你這不是亞洲插畫
年鉴吗？有没有有台湾嘅？对啊，怎么全部都台湾的？我那时候就说，我希望是未来朝亚洲这边发展。那我这个人做事是这样啦，我知道越大的事情不是单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所以我除了带头做以外，我相信这件事，然后我相信一起做这件事的伙伴。那这些伙伴不是只有在台湾，那我相信日本的伙伴，我相信香港的、韩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伙伴。我常常告诉他们，我觉得我们是为了一个同样的目标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来帮我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所谓什么亚洲插画协会帮协会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都不是。我觉得是你在完成这件事，属于你自己的目标。那所以我觉得还蛮快的，就是第1年我们在台湾做，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串联亚洲其他的城市，有相同目标的人，然后我们也没有分说，这就是你们台湾办的，这跟我们香港没有关系，或跟我们日本没有关系，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共同的目标，所以这样很快。係啊，我數好哪里也係今年2018嘅年鑑，也會有去年日本嘅，古時無論係哪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的精裝版，還個內容呢就共用，這麼豐厚。這本是17年的，那17年呢也收了250個創作者，那跟18年都是沒有重複的，那所以。你看我手上這一本，我為什麼特別拿這本？是17年這本，它除了在台灣出版發行以外，我們還出了在日本出了日文版，所以我手上這一本是17年的日文版。哇！所以這個平台，我覺得越來越拓展的狀態底下，如果我們選上你成為就是當年250個創作者的時候，這個平台已經擴及到。很多亞洲其他的國家跟城市，對插畫創作者是很有幫助的事情。哇，有架車真勁！韓國出題呢，大家看到，年鑑竟然可以出到日文版，就表示講，你一個展覽其實已經出喺台灣，來到其他嘅國家咧展覽本身呢，去年17年的時候，我們第一場在台灣辦，然後8月的時候就整個移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然後12月的時候移到日本的神戶。那比如說像在日本的時候，當地在採訪，我聽不太懂日文吶，但是他就一直在講說，這個展覽是從台灣開始的。哇！然後呢，我們神戶在辦這個，你看起來就規模這樣，其實台灣辦的規模是比神戶還要大很多的。他們就有一點不好意思。就是覺得說，他們把這個辦得比台灣小這樣，所以我聽了就會覺得說，對，我們真的在做一件就跨領域、跨國，然後而且我們真的做得比其他國家還要好這樣。哇，台灣之光，真勁，當用心繼續下去。今年張提新年，按你看從業來講還是一個。newborn 的新生兒 baby 安尼嘅感覺，我相信呢，一個插畫嘅台上會更精彩。真嘅做得未來行到安尼，當像安尼波隆那畫展安尼嘅規格，錯嗎？對啊，就是亞洲這邊，我前幾年我們現在有 Google 嘛，那有點像白雪公主，有沒有？就一直在，我們就看着那個魔鏡說，Google 到底就這有沒有人在做像我這樣的事情？其實我去查了，好像沒有人真的在做相同的事情，去串聯這麼多國家的創作者，然後去辦這些事情。那我現在很確定了，真的就只有我們在做了。所以我們希望是說，你看每年啊，而且規格都一樣，都這麼厚。其實它不是像那種什麼週刊啊，或者那種是騎馬丁的這種，都是精裝本哦。如果我今年4年是4本，10年的話，它可能是這麼厚。它不就是亞洲近代的插畫歷史嗎？哇塞！我希望是這個啦。
好，我相信哦，一定都会做得到哈。大家谈了，係咪心里其實蠻澎湃哈？安尼嘅台灣之光哈，當然也哈呢，愛對所有嘅朋友講，2019年的年鑑已經在徵稿了，可能你就係這個250位的其中一位哦。所有嘅資訊愛上 Facebook 愛前麥嘅呢，你就搜尋那個亞洲插畫年度大賞，就會找到我們的那個粉絲頁。那其實我們參加那個方式都在網絡上啦。好，對，好，大家掃描去看，就做得查到，記得來留言送大家門票愛去看哦。今日非常感謝理事長什麼水流，感謝所有嘅朋友嘅收看，等下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張來了。